要真能把团圆酒楼盘下来的话，这厢房就按各川的特色修缮。我们这一串呢就用荠色配月白，金串呢就用金色配墨色，这单川就用绛红配鸦青。就是这新串有点难想。李薇，李薇，就说我去睡了，还没传水呢，而且烛火也没熄，一看就是醒着的。我不洗漱不灭灯就不能睡觉，快去。哎，不能去！哎呀，都闷了一天了，也该透透气了。是少主啊！雪儿先下去。李薇，其实我就是回去吧。尹征，对不起，你没事吧？其实也没什么事。对不起，是我对不起你。都说了，不怪你。那你还是生气啊？我就是想冷静下。那你能不能给我一个期限？我这样有点难。3天，不说话，不见面，可以吗2天行不行？不讲价。好，3天就3天。西燕，去拿酒。双江人走了，但他酿的酒还在，都拿来，我要全给他喝了。双江姑娘不会酿酒，酒是白鹿姑娘做的。不管他谁做的，拿来去。白鹿姑娘走的时候找了5辆驴车，把酒全拉走了。你怎么就不拦着点呢？那也是我花钱买的酒曲啊，他们凭什么拿走啊？啊，你说他们身上哪一样东西是他们自己买的？吃的、穿的、用的，不都是我买的吗？他们居然还把酒都拉走，过分！话也不能那么说。那怎么说？你是不是对我也有些不满？我看他们平时挺机灵的。没事，徐燕，你有什么不满，现在你就跟我说说。小人不敢。你现在敞开了说，啊，说出来，我绝不怪你。那我可说了。哎呀，不要磨磨唧唧，说出来。你想啊，这姑娘们哪有白吃白做的？这府内大小事务都是由他们操持的。哈，哎。你3少主领回来1个就算完了，可是姑娘们住哪儿？一天吃几两银子的东西，穿戴又是多少？满院子20几号人，就打1人配1个丫鬟来算，得就得40几号人吧？吃穿住行哪一样不得精打细算？哎，你想过这些问题吗？你没想过，你天天就知道吃喝玩乐。你来啊！你胆子真够大的，少主，你什么都敢说，你眼里到底有没有我？他们做的这些，不都是我花的钱吗？是啊，我不就多找了几个吗？可谁不这样呢？啊，我也是个凡人啊！对，他们一生气就全都走了，我倒要看看他们离开我以后到底能过得有多好。给我站那儿，晕了！少主，他们现在过得还真挺好的，听说都快把团圆酒楼给盘下来了。团圆酒楼啊？那么大个酒楼，他们几个人怎么做呀？行，他们以为是个人就能做生意是吧？他们胡闹！这杯子啊，看着脆，实际还挺结实，还真像夫人和节气姑娘呢。哎呀，想不到今日鄙人
竟被周掌柜说服，当真同几位夫人聊起了生意。嘿嘿，此举虽然冒险，但值得一试。没准这家店日后就能成为这新专城的独一家呀！是第一家，但绝不是独一家。贾老板高瞻远瞩，不以男女论英雄，日后必能成大事。哎，过奖了。诸位夫人，你们谁来盖这个印？有钱一起挣，有事儿一起做，这印自然也得一起盖。对，姐妹们快来，以后啊，这可就是咱们9个人的店了。来。什么？赶紧过来搭把手啊！哎，右边点儿，哎，正合适。哎，我看看啊，哎呀，正合适。收拾东西，赶紧收拾东西去啊！这么多东西还没收拾好呢。你去厨房看看，我去柜台。好。东家，眷恋之味，温一壶清茶，看时光静美。上下楼梯可千万注意啊，别把自己上去了。好，东家。且尽眼前美酒一杯。东家。为心之所向年岁，煮一羹朝露映明月星辉。您这画的可真仔细。哎呦，东家。周掌柜，这各川的代表花卉可千万核对清楚，不能弄错啊。东家，我在这盯着他们，一张图一张图的对着画的，绝对不会有任何差错，您就放心吧。那就劳烦您了。哎，注意安全。好嘞。哎，东家。哎，小薇，快，你快尝尝这道菜，可好吃了。你看它摆的多好看，我觉得它特别适合当开业菜，好香哦。你尝尝，那就给它摆上当招牌菜。好吃吧？好吃，真好吃。你尝尝这个，这不用吃了，这个我要。哎呀，你这花样这么多，每道都是招牌水平，太难选了。袁先生吃了不少菜菜，您笑呢？哇，真沉呢，让我去安排一下。哎，对，再加点这个。少加点。啊，对，给你炒一下。真香哎！不愧是刘大厨。特夫人过奖，还差得远呢。快，从底下开始炒。哎，对。哦，对了，特夫人，这个菜让上官郡主尝一下，看看是否正宗。我能尝尝。真好吃啊！这道菜一定是好的。东家。两位客官，您点的辣子鸡，你坐在一起吃。哎呀，你们吃饱了去吗？不是，我没点这个菜呀。我点的，你有意见吗？特别好。你吃饱了？来看怎么样？天哪，好漂亮啊！这个能卖不少银两吧？我都说了，你可以吧？哎呦，听到了，连这儿都听到了。那我拿走啦，送你了。东家，辛苦了。东家，小心啊！东家。严毅先生，我这次做的不错吧？是不是能都满分了？是挺好，但离10分还差一些。何况有我坐着，开张也不难吧？周掌柜，哎，东家，有几件事情要嘱咐您一下。您说。这些花卉啊，一定要盯紧了。如果是枯了呢，要及时更换。哎，这干净和卫生呢是最重要的。厨房一定要每日都有人打扫。还有这些烛火，在没人的时候一定要确保它是熄灭的。哎，好嘞，我这就记下。哇哦，
苏总管。侧夫人，少主命我接您回府。这位是？这位是周掌柜。周掌柜。侧夫人，少主还命我给您一个字条。新川喜瓷，外川喜陶，金川多用金银器，可加以区分。哟，刘少主有心啦。周掌柜，把碗筷按照各川的喜好多备一些。好嘞，周掌柜，我来帮你啊。好，行啦，快回家吧啊，人家担心你呢。各位东家，根据黄历呢，5日之后适宜开业，到时不知几位东家是否露面呢？虽说眼下都在传九川美食会的几位东家是富人，但亲眼看到几位东家在酒楼外面点炮迎宾，那就有所不同了。这几日几位东家的能力必然是没有任何成见啊，但外人毕竟是鼠目寸光，到时候议论纷纷，有恐不妙。掌柜说的有理，外面口耳相传，九川美食会是由女子开设，会让人很好奇。可若是我们当真露面，定会招致非议。大家忙了这么久了，连亲自打开酒楼大门的机会都没有，这也太不讲道理了吧！生意不讲道理，我们出面开业，众人只会在意女子行商这个噱头，不关注酒楼的菜品特色，不利于酒楼立足。女子行商在我们丹川再正常不过了，金川更是如此。我们为何要屈从于新川的压力啊？新川毕竟是新川，女子亲自开业确实是扬眉吐气，但我想要的是酒楼这份基业长久。难道我就想要酒楼倒闭吗？我只是很不明白，女子行商，难道就会让酒楼这份基业不长久吗？哎呀，上官，原因的意思不是说以女子的名义经营，这生意就做不下去了，他只是想规避风险。当然，我们也绝不认为女子做生意就是有风险的。我本人也绝不认为非议女子做生意这件事情是对的。原因，上官他不是好面子，他只是觉得不公平，所以才这么激动。好了，我知道了。哎呀，经营酒楼嘛，就怕女子经营成了噱头，还是这个酒楼的菜好不好吃，值不值得来才是最重要的。若是被人发现这个酒楼的东家是女子，我们也不怕现身的。只是如果自己主动现身的话，就怕觉得刻意，让别人觉得我们是真的想利用这个当噱头，对不对？对不对嘛？啊，对。坐下喝茶，我都快开业了。元一先生也请喝茶。你这茶端的可真平啊！开业没剩几日，总觉得还有很多事儿做。你这上面有些事项倒是不急于一时。我看看我的。你怎么也做了？咱俩安排计划的思路不一样，添置桌布这一项，在我处属于未完成，但你那边却是很延后处置。红桌子也是可以待客的嘛，桌布装饰也能等以后如意了再添置。我是这样想的，修缮一事不可一蹴而就，时而的换新反而更新鲜。你认为最重要的是再确认一片菜单？吃饭的地儿，菜好不好吃当然是最重要的啦。
侧夫人和我家夫人真是越来越像了。严先生教的好。我今日又下帖子去新好家了，但都是二少主夫人回的信，说她身体不适，不宜出门。一听就是借口。他们府的病根是在二少主身上。没关系，我们再想想办法。酒楼一事，我总想着给郝家姐姐留一份，免得她日后只能依靠二少主给的月例傍身。身心有为，实在是太不可靠。少主下朝以后，发现侧夫人和郡主迟迟未归，怕不安全，甚是着急呀，所以在此后门处迎迎二位。苏总管啊，你眼睛抽筋了？没，哎呀，哎，郡主，哎，小心台阶，哎，哎，你看这时间，时间还没到呢，说好了3日之内不说话。所以想请你准我走个后门。这在下是茶饭不思，心神不宁，实在是等不得这一炷香的时间，所以请李大人同我座。不行，左后门门都没有。说好了3日，插半炷香都不行。这个时候走得挺快，就不能再坚持坚持。玉嫔、玉盏，你们知道尹征多么气人吗？不让他走，他就真走了。我是去准备宵夜了，这样正好时间也到了，还可以贿赂你。我是猪嘛，有吃万事足。你不是吗？你不是猪，你怎么能是猪呢？你看这期限也到了，能否请你共进宵夜？一会儿我想吃瓜子儿，好，你要包满100粒，我要一口气全吃掉。好的，我还想吃桃子，但不想自己扒皮。没问题。你还想吃什么？态度不错，谢谢。要不是因为我私心把你留下来，你早就回到济川，过着一夫一妻、晨昏相对的日子。可像娶妻还有宴请宾客这种事情，是我左右不了的。但我向你保证，我会努力，直到有一天可以做主。你是我侥幸遇到的家人，所以不要我。我知道新川有很多问题，这是我希望去改变的。但这条路很难走，朝中之事变幻莫测。如果我有一天出了什么岔子，我希望可以保全你，把你送回去。我想留下来，陪在你身边。我知道你要走的路很难，但既然是自己选择要做的事情，
就一定要做，而且你可以做到。我也一样啊，我也有自己想做的事情，想开酒楼，想有自己的事业，甚至会想让新川的女子有更多做事情的权利。试一试吧，不试试怎么知道能不能行呢？还有，你跟我说的话，我也都知道，都明白，也知道你很无奈，只是心里有点不太舒服，不想让自己烦躁的情绪影响到你，所以说我们俩冷静冷静。不过现在没事了，你不要多想。吃饭吧。我不爱吃虾。不能挑食。你吃。真乖，好吃。今日是我们九川美食会开业大吉，诸位有钱的跑个前场，没钱的跑个人场，欢迎来到我们九川美食会一关。来里边请，里边请啊！哎，哎呦，您来了！哎，这可比原先的团圆楼好看多了啊！不错不错，这看来是出自妇人之手啊，好看多了。让你们东家出来碰个面，要真是个女子啊，这也太有伤风化了。出来，这女子怎么能开酒楼呢？各位，我知道各位好奇我们九川美食会的底细，我们东家早晚都会露面的。既然各位今天已经来到本店，那何不先看一下我们九川美食会的菜品呢？我是丹川的，没想到在新川还能看到这么全的丹川菜呀！哦哟，厨子里有苍山人吗？风干牛肉夹饼，这么地道的菜都有啊！懂行了。诸位，这济川的菌菇锅看着很特别啊！各位，我们1楼、2楼都备有多间厢房，都是按照各川特色布置。各位若想吃家乡菜品，领略他乡风情，尽可在此处取号点单哦。排队取号，都有啊！排队排好队。哎，这么多人，要是排不上号怎么办？是。散台就坐的客人呢，我们都有按照各川定制的碗筷。如果没有排到厢房号的，我们还会再免费赠予丹川纯粮好酒1壶。这不错，好，排队，都有号啊！这么多人来啊！都在传这是女子经营的酒楼，想来一探究竟的人多了去了。要趁这几日抓住大家的胃，这酒楼也就成了。户政司办。三少主。
有人举发，九川美食会明面上是酒楼，实则是东家在暗中行有伤风化之事。今日户政司要肃清风气，必须彻查。官爷，本店是实实在在本分经营啊。今天是刚刚开业，还望官爷您多多包涵。您是大人有大量。等什么？难道要让他这样胡闹吗？不是现在下去就等于承认这酒楼是我们开的了？真的要如此吗？有人举发，户政司就得查，给我搜！不可如此啊，官爷！官爷，谁来九川美食会用餐，就是意图行有伤风化之事。这酒楼是我们大家的，若出了事儿，我们一同承担。走。你们可清楚，这间酒楼的东家可是什么？官爷，放手！住手！新春律法里头可没有哪条准你对无辜宾客动手。这位官爷想必没有户政司签发的公文吧？但您却敢带着这么多公差上门，妨碍我们生意，莫非新川的规矩与我们金川不同？都说九川美食会的东家是女子，看来这并不是谣言啊！你们举个女子明目张胆的做生意，那就是有伤风化。我今天非得怎样？律法可说了，女子不得做生意。如今您倒是大过律法了。你竟然这么对我！你知不知道你是我的？在这经营的几位女子都是正经人，堂堂正正的做生意。来这的客人不知道东家是什么身份，若有人觉得我们丢人，也是丢的我们自己的脸面，与旁人无关。没有公文，擅自带人搜查，我们就不举发你了。那各退一步，你们大人有大量，就容我们这些小女子在这儿做些小本生意，如何？感谢各位官爷检查监督。今日闹了这一出，还请诸位宾客海涵。也正如诸位所见，这九川美食会的东家，确实是我们几位女子。也请诸位看看，我们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？我们头上没有犄角，也不是青面獠牙，我们只是与众多男东家一样，有2只手。干该干的活儿，1双脚，走要走的路。没错，我们做的菜并没有毒，我们做生意也不丢脸，进了我们开的店，也不会多收你们的钱。女子行商本就艰难，这不就是有那好事之人污蔑我们不当经营，好在官差当即就来搜查，还我们清白。有劳户政司为我们九川美食会证明，还请几位上新川上房休息休息。也烦请这位官爷上楼一趟，楼上那位东家与你有话要说。你们几个在这儿等着。哎，几位官爷，这边请，这边请。惊扰了诸位的雅兴，今日酒菜一律半价。各位请，里面请。东海堂三少主，我们对外没有说出自己的身份，就是不想沾光。当然，就算是丢人，也丢不到您的头上。来这吃饭的都是小老百姓，就当
你是个官儿，认不出你尊贵的少主身份。我们也没拆穿你，也算是仁至义尽了吧？你什么你？我们行得端，坐得正，还请三少主不要再来惹事，污蔑我们。董海棠，你竟然这么对我说话，你知不知道你的还是我的夫人？你们以前可都是靠我养着的，你这么对我干什么？啊，你还我钱吗？数额你自己填，我们如实归还。你竟然这么对我！请翻炒些，不然就糊了。快快，可以下盐巴了，少放点儿，少放点儿啊！听说三少主闹起来了，小人要不要回府一趟？喂，我待会儿正好要回府，与少主亲自说明就是。哎，那解决了吗？那死老三说什么啦？解决了。云英，你要是有事儿就先回府，我有几句话要跟你大厨说。哎，晶晶，你帮我把这个端过去吧。以后这种小事儿我们能自己解决就自己解决，就不要劳烦少主了。是，小人明白了。特夫人，几位铁器工匠们上手很快，过几日再招些厨子，小人就不用在这帮手，可以回府专心为您和少主做菜了。我想再招几位厨娘，在新川总有需要钱的女子，只要她们肯干活，人品端正，就让她们加入酒楼。再说了，这后厨时不时要宿在酒楼里，我怕是不方便。这有什么不方便的？你就放心的招，以后这酒楼的安全呢，就由我来负责。谁敢欺负你们，挑了他。去忙吧。是。哎呀，都糊了呀！快点盛过来。你看这个燕窝，炖可好了，你这手艺可值不少钱。我都觉得咱们卖便宜了。袁先生，今日的亏空比预想的要多啊。淡定，今日三少主这么一闹，我们只能让你抽兵。放心，会收回来的。真的啊？当然，我手下可从未有过亏本买卖，除了被迫下嫁六少主那次。嫁是嫁错了，但是认识了我们呢，也不亏。也是，错有错着。金，喂，干嘛？上，你怎么还？别了，都在这儿了。你怎么还在这儿呢？我等你回家吃饭呢。你等我回家吃饭干嘛？你这话说的，你来，我跟你说，来，干嘛呀？过来，我跟你说，你先过来。抓你干嘛呀？干嘛？你松开我！你有事儿啊？不是，我就想问问你，你明日回不回来吃饭？那得看酒楼什么情况啊。你有事儿啊？不是，那后天呢？那得看酒楼什么情况啊。你有事儿啊？那大后天。那得看酒楼什么情况啊！你到底有什么事儿啊？行，随你便吧，我也没说非得跟你吃。我知道啊，怎么了？什么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你正反话你听不出来啊？你就那么不在乎我吗？不是，我为什么要在乎你啊？哎，你说的也不是没道理。不是，我就行，你就行。在乎他。吴少主最近老缠着你，他很奇怪呀。你也奇怪，还拉着我听人家逼讲。你明明看得很开心的。他说要我在乎他，太诡异了。也不奇怪吧？上官郡主是武少主的夫人啊，
五少主想让自己的夫人多在乎自己一些，这很奇怪吗？很奇怪啊。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奇怪呢？我们静静这么大一个大美人，在五少主身边，她看见了心动，想倒追，很正常啊。倒追我？也是，我之前听说上官郡主和五少主感情不佳，但看起来你们就是吵吵闹闹的，感情其实不错嘛。感情？在墨川的时候，帮他挡酒很积极的。什么呀？那是你不知道。他那天喝酒之后，把我所有的兵器全都摆出来，说要哄他们睡觉，结果自己睡地上。你看看，人家宁愿自己睡地上，也要保护好你的兵器。这五少主八成是喜欢上你。不过他要真想倒追，也挺难的。我们静静应该会喜欢可以打赢他的男人。我为什么一直在用倒追这个词儿啊？哎，这位您挡到了，您站了，您站了，抱歉啊。哎，脏啊，这帘子。哎呀，怎么回事？哎呀，生意真好啊。你天天不用上朝吗？老跟着我干嘛？你不知道，我父亲交给我的差事都很简单，我也没有正式的职务，我就偶尔跟着老幼办点差事。再说了，我不上朝，父亲觉得这个朝堂的风气他都变好了。你忙吧，别管我啊。我母亲给我介绍那相看的姑娘啊，非要约在这儿，说这家酒楼的东家呢是女子。干嘛？老实要我说，有什么好相看？听着就不能安在这家待着。他这小小年纪还没到女子卓选的时候，他自己相看什么？我知道他着急的很，但是我看他越这样越找不着老婆。上梁不正下梁歪嘛。哎，不是，你拉着我躲什么呀？我不能见到他吗？怎么，堂堂五少主的夫人出来开酒楼，很给你丢脸是吧？没这意思呀。不准跟着我。你看你，我没呀，你哎呀，你们这上菜就围着我上了是不是？你是迎川的是吧？迎川好。哎，该吃吃，该喝喝啊，不必拘谨。你呢？把我当个普通人就行啊。我母亲说呀，我就应该找个年纪比我大、成熟稳重、会照顾人。但你这年纪大，倒是喜欢往这女子办的酒楼里钻，是不是又有点想不安于世？我只是觉得，这让女子觉得更安全一些。你怎么这么清楚？你是不是经常出来？我天，这可不行啊！我告诉你，尤其是像我五嫂那种单传女子，天天在外抛头露面，都不是什么好女子。五嫂，停啊！五嫂，哎，原来真是你啊！我以为我认错了呢。哎，不是，我说五嫂，你怎么能一个下人都不带自己就出来了啊？万一你要在外面红杏出墙，这谁拦得住你啊？施少主，看见我就看见我了，下次不必打招呼，更不用多嘴。不是，哎，我是为了你好呀，五嫂。不是，哎，五嫂，你虽然是单川的，但是你都嫁到我们新川来了，是不是？你总得守点规矩吧？你不能天天总提着你这把大枪到处乱走，这成何体统啊？你不嫌丢人，我都替我五哥丢人。老实。说什么呢？不是我，他丢什么人？我看你挺丢人。我告诉你，上官是这个酒楼的东家，也是丹川的郡主，轮得着你在这说三道四吗？东家。啊，原来她就是这家酒楼的女东家。
我说五哥，你疯了啊！来，我跟你说，来算了。怪不得外面的人都说你驯服这单传烈马，你不刚不振，你竟然让一个女子出来做生意，新川的脸都让你丢尽了，你知不知道？你喊什么？你喊什么你？我今儿个还告诉你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对我的夫人尊重一点，听到没有？我凭什么尊重她呀？啊，你知不知道外面的人都怎么说这酒楼？牝鸡司晨，以色示人。就你们家这匹烈马，简直就是不耻下作，色泽是。是真没想到，你连老师都打不过。什么我那是脚滑，我鞋没跟脚。你再来一次，我揍他屁滚尿流我。哎呀，废话那么多。哎呀呀，疼！哎呀，你不是嫌我开酒楼给你丢脸了吗？干嘛还强行为我出头？我发誓，我从来没这么想过。我就是觉得，外人说句不好听的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嘛。你再说了，你干什么我都是支持你的。为什么？这有什么为什么的？就是我，我想让你高兴。什么？啊，就是我想让你高兴，我想对你好，想让你高兴。你说你一个人在新川啊，孤零零的，连个保护你的人都没有。当然我知道啊，我知道你很强，但是我就想着，你说偶尔是不是我也能保护你，让你开心一次呢？哦，哎呀，这疼！哎呀，这比鸡蛋还疼！哎呀，你早点回去休息吧。那我走了。等你伤好了再来保护我吧。干嘛？不乐意啊？我乐意啊！我100个乐意啊！我说好了啊，脑干涂地，我在所不辞。哎呀，行，你收拾，我回去了啊！啊，我走了。我们静静应该会喜欢可以打赢他的男人。那倒也不一定。